今次睇下柏龍一期呢套2房1廳原木風設計案例，屋主劉生、劉太佢哋最緊張就係收納同空間感，所以我哋就幫佢哋度身訂造咗呢套原木風設計，結合咗好多隱藏式同多功能嘅心思，等我跟大家詳細拆解下啦。首先睇個客廳，平時劉生劉太好中意約埋3、5知己返屋企食飯，但係2房1廳嘅空間有限，如果放張大餐台，平時又會阻住晒，所以我哋靈機一觸，將電視櫃、儲物櫃同伸縮餐台做咗個一體化設計。平時隱藏起嚟，個廳就極之闊落。到咗食飯時間，只要將餐台板身拉出嚟，即刻變成一張夠坐6到8人嘅大飯台，真係超級慳位。到咗小朋友嘅房間，因為要預留活動空間，所以我哋用咗上床下櫃連書台嘅經典設計，上面係舒適嘅瞓覺區，為咗安全起見，床邊加咗圓角嘅保護圍板，又有幾個小窗仔，小朋友平時攞嘢或者望落嚟都唔會覺得局促。主人房面積雖然唔算話好大，但係劉太嘅衣服同雜物真係超級多。為咗幫佢解決呢個痛點，我哋索性喺全房做咗通鋪地台，每一格都係儲物空間，加上我哋特意選用咗油壓床設計，下低嗰個空間就算放2個大吉都仲有得，再配合到頂衣櫃，用咗白色門板加木色，側邊 L 字形咁延伸出嚟，順勢做埋一張懸浮梳妝台。劉太朝早化妝，夜晚做下嘢都完全冇問題。原木風嘅感覺令到成間屋好溫暖，同時又加入咗好多機動性嘅設計，完美切合咗劉生劉太嘅日常需要。如果你都係住柏龍或者類似嘅2房單位，不妨參考下呢個設計，絕對唔會令你失望啊！